行情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8，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开始，咱来继续关心行政院伫今仔日要召开经济发展委员会，要来讨论资金、人才这议题。另外，针对立法院伫休会进前有决议讲，要邀请总统赖清德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行政长杜永泰是表示，伫暂时处分也未有结果进前，无适合安尼做。甲媒体握手之余，行政院长杜永泰17日甲媒体临茶，外界关心18要召开经济发展委员会。杜永泰表示，会锁定创新经济、均衡台湾、包容成长3大目标，高抢先公布相关专家学者名单，有前行政院副院长林信义、宏基集团创办人施进营、鸿海董事长刘永贵等人，会邀请这些各具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来参加，宏基的创办人 Airser 的施正荣董事长，还有一位是我们中研院的院士朱敬一前副院长，还有鸿海董事长刘扬伟刘董事长。杜永泰强调，透过创新金融方式，设计新的多元投资管道，让市民有更较侪投资机会，也吸引海外资金来台湾，让台湾朝向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目标。在南北党团联手之下，立法院决议邀请总统赖清德进行国情报告，佮依法回应相关提问。杜永泰表态，伫暂时处分出来进行，并不适当。不可能要求总统在一个违宪的机制里面去做任何的总统的行为，没有时间、没有内容、没有行为准则，而且事先解释之前的暂时处分还没有决定之前，还是认为现在谈这个事情是不宜的啊。另外，立法院决议解除去中国禁团令，杜永泰呼吁个人要去中国工作、旅游等，一定要谨慎细致，强调若个人去对方发生任何料想未到的行为，也是要行政院负责，不是立法院负责。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根据经济部的预估 ，AI 产业的用电需求5年会成长8倍。核实董事长董祖贤进前就表示讲，核能是工具，会当来解决咱台湾欠电的问题，有引起议论。昨昏伊去参加日空技术创新论坛时，就反核能、反核电的成员去抗议，质疑若是用核电、核废料要放倒位。演讲一开始就注重伫减少拖卡车开发真侪项净零转型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减碳。不过，迎接 AI 的潮流，远传电信总经理景琦也承认，被投资食电量大 AI 机房，因为国内用电的不确定性，稳定的电要为倒位来，是企业的一大挑战。算力即国力，但是算力是吃电力的哈，那所以那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这个用电的这个不确定性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国内电力问题常常引起企业甲民众关心，政府虽然一直强调袂欠电，不过经济部预估 AI 用电未来5年会成长8倍，不免阁引起混淆。核实董事长董祖贤看好 AI 未来发展，进前也捌表示，核能是工具，毋是要专力去支持伊，或者是打倒伊的信用。这言论另外要反核团体的抗议。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大型的厂商要到台湾来设那个运算中心，反而我倒认为另外一个比较明确的用电是比较容易估，也要积极的准备，是什么呢？是交通工具的那个电气化，也就是 EV 或者大家习惯叫电动车。核2、核3是否安全？请您放低音量。我们的核废料要放哪里？还有，可不可以台湾如果发核灾，它的损失成本多少？对用电问题，行政院长杜永泰回应，提供安全稳定的供电是政府责任。政府希望相关电厂应如期如期完成，核3厂延役，实际上无法度解决这3-5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遐乡亲，咱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继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头的天气拢真稳定，而且高温烧热。咱同齐看温度。今仔日咱台湾天顶同款是拢无云，气象署伫今仔日有针对咱全台湾17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其中伫新北、屏东是红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机会。另外，阁有17、15个县市是柑仔色的灯号，是会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也若今仔是透东南风，伫这方面的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低阵雨。过到了西半部各地头山区会有西北风，
而且对流发展有较旺，所以伫嘉义以南一个山区嘛，较有短时间内的大水雨。来关心一般，咱民众看到的红枣拢是大个较济，也毋过拄办落来红枣加起来亲像果子。苗栗公馆是咱全国唯一红枣专业种植区域，面积有要80公顷。也毋过伫今年5月份的时，因为受落雨的影响，今年的产量减4成。农会为着要帮助农民，在推广红枣，拜三的时有专工到新竹去举办推销的活动。原本结果就是像这样子。像这样子啊，一颗一颗的，就是量。哇，那只剩2颗。对呀。原底应该是红枣大出的季节，却看袂到农民欢喜收成。受到落雨影响，今年苗栗县红枣过去平均一年会当生产约240万台斤，今年产量大减4成。开花期的时候，4月24、25，在我们公馆地区有下了一阵大雨哦，所以我们今年整体来讲，大概减产4成左右。好吃吗？苗栗县农会拜三特别来到新竹县推广红枣，现场除了有上青的红枣以外，阁用红枣做的加工食品。农会把趁机会来教大家安怎分辨台湾甲中国红枣无同的所在。公馆的红枣其实我们只有日晒，所以它的皱褶非常明显。然后好品质的红枣其实是橘红色。那我们大陆的部分，它其实很多的红枣它是有经过水煮，然后有加糖。那我们的是直接用这个鲜果晒成这个红枣干。对，有很多网页上它有一页式的广告哈，那大家可能要特别小心啦哈，就不要，因为有时候它会去标榜那个我们苗栗公馆的红枣，事实上它可能是大陆的红枣，那所以它从它的外观上就可以看到，从它的大小或者是它的颜色。苗栗县农业处指出，目前已经针对红枣农损的部分，向中央提出申报，希望会当量早启动灾害补助，来降低农民的损失。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在甲乡亲，咱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台铁宣布8月份开始要取消电子票证拍9折的优惠，要改推出上侪会当拍8折的老客户的优惠，也有新增加新的订月票的方案。台铁是估算讲，目前逐工超过44万人次用电子票证去坐火车，当年爱吸收大约3亿的差价。未来会着当减轻负担，会当减少到1亿9千万。来看联合报，游泳课虽望即马是有列入108课纲，也毋过真侪国中、国小拢无游泳课，并无落实。根据统计，咱全台湾有3成的学校拢无游泳课，只有湘北实施率是到100%，伫桃园有7成，伫台中是6成7。啊，那伫台南无到5成。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第一会期已经休会，调野的党团打算8月中过后，要个调开临时会。民进党团即马是主张讲，临时会爱先大先处理刑事人事动议权，包括 NCC 的委员、考试院的人事者。也那国民党团是想要赶紧处理选罢法的修正案。继续关心新竹的检方侦办竹北有建案害车路破坑，结果去查到丰益建设涉嫌偷工减料，才会害车路破坑。佮发现讲，第一搭工地的内面外口尚无绑过八界，佮指控新竹县长杨文科违法复工，互有道理这间建设公司。昨昏依照贪污治罪条例，顶罪嫌，甲杨文科等12个人起诉，嘛建请法院爱没收犯罪所得2亿5千万。用建校比爱心，新的县长杨文科昨日出席竹科管理局长交接典礼，满面笑容。暗过17，因为竹北天坑案互人起诉，新的地检署表示，丰益建设涉嫌偷工减料，工地内外至少发生过8界崩塌。杨文科等公务人员涉嫌背弃职责独立护航，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甲杨文科等12个人起诉，各建请没收犯罪所得2.5亿元。检察官认为，被告杨文科等公务员明知天坑一摊再摊，并未找出发生的原因，仍罔顾良知，奉迎建商违法复工，把乡亲的身家安危置于不顾。
检方调查发现，英文科伫建案已经发生过3届崩塌了后，虽然只是成立专案小组，不过真侪届私下密会，接受防疫机构总经理区宗铁、董事长刘树基，还有饭店的执行长刘顺峰等人的拜托，向当时的港务处长江良燕施加压力，互防疫违法复工。经过几个届崩塌停工复工了后，英文科看江良燕态度改变，不愿意承担责任，就无搁要求伊同意复工。今天接到起诉书，我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针对起诉的各项内容，在侦查阶段我都有明确说明，可惜没有被检察官采纳。当初我们联合这个附近很多个受灾的社区那个要求的真相调查的内容不谋而合。除了牵涉官商勾结，检方发现防疫违反规定，缩地 H 型动土铁壳长度超过15公尺，各违背建筑术的规定，无顾建案四周围道路居民性命财产安全，搁在山图动土设计，造成建案地面18.5公尺以下拢无动土设施，甚至缩地地质改良壳的长度加减少数量，则通搁再减少支出。防疫机构是发声明讲尊重检调的看法，毋过讲崩塌的原因真复杂，若是建筑基地时间所造成的。佮讲改变工法，毋是为了偷工减料，是为了因应现场开挖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个月过进前，伫新北市三重埔有发生一桩马孙仔3代人命案，现场的嫌犯涉嫌杀死丈夫和某囝，即马死者的家属是出面指控，这个嫌犯共杀人了后，佮惊讶这亲人也活咧去办理保险的理赔，甚至佮想要利用精神鉴定来脱罪。那检方表示，做精神鉴定是本地就有的流程。嫌犯的家人真的只爱狗吗？我们家的3条人命呢，就这样没了，到现在一通电话都没有。搁一摆点花影片，看到囡仔模样，想起做伙点点滴滴，讲甲是目屎流目屎滴，甲亲人天人应价，案发到即马2个月过，真生气的凶手拢无悔意，死者家属指控对象就是伊。捌破通报，互警方带回去讯问，被掠现场10个人犯三重埔祖孙仔3代命案，涉嫌杀害丈夫甲太太囡仔，死者家属控诉，嫌犯案发了后，若问相关保险理赔，透露信用卡佮假冒亲人回信息，惊死抑佮伫世间的假象。我其实一直很不解，他到底为什么要做精神鉴定？我也害怕这个精神鉴定，其实讲白一点，应该要装，我也怕他会装。装了轻判，或是减轻刑责。死者家属批评，嫌犯真搞怪，即马面对警察，甚至佫想要用精神鉴定来闪避刑责。家属也表示，因为案发地点还未做现场模拟，后来到即马拢也是代志发生时阵的状况。国民法官法施行以后，为了避免说在起诉以后无法定罪，所以检察官通常会做一些完善的搜证，所以包含这个精神鉴定的情况下，也是现在目前是常见的情况。到底精神鉴定是什么人主动申请的？检方回应，做精神鉴定是原本的 SOP， 即摆由检方主动进行，也尽力甲家属沟通时间，加速犯罪现场模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桃园机场拜二暗那清晨时发生一件假毒塞车弄警察的案件，这是航警在临检违规停车的时，有一个驾驶拒绝转塞车去弄警察，警察有开13枪，不过尾嘛是互这个驾驶选去。目前犯案的车辆有找到警方继续咧抓人。警方去临检，这辆违规车随加速逃走。桃园机场昨日暗时10点37分。发生一件那像假毒塞车弄警察的事件，保安警察大队伫第2航下查违规停车，这台港组的面如拒绝临检逃走，而且佫弄警察车甲另外一架轿车。在航站北路盘查一名违规停放车辆之租赁车，车主摇下车窗，远景随即闻到有浓厚的燃烧塑胶味，该车辆当场拒解并加强逃逸。这台弄警察的车，警方依法开13枪甲伊阻挡。不过，因为这只面如赛真雄，专案逆向驶去国道了后逃走，警方考虑安全无够一直入。不过，航警有随调监视器，也有查这只车的资讯。主要是现场，因为他冲撞我们远警，他拒检逃逸之后，那我们远警也开枪做一个拦截，那我们也尾随追出去。那因为他后来逆向往国道方向。
专案部警察或者是民众受伤，敢若车有损害。巡逻车正边头前，甲另外一台民众的轿车倒边后壁去互这只免子撞到，落尾手嫌犯伫咧准头交流道，甲车放咧做伊走。警方已经找到这只车，嘛会持续追捕这个嫌犯到案。警方嘛会每点钟加派8个特殊任务的警力，强化机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巴黎奥运剩一礼拜要起过。伫17日时，有一只车是弄入去巴黎北边一间咖啡厅，有造成1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刚刚有一个嫌犯讲要威胁奥运的团献会，即马伊已经互抓到。当地政府嘛表示，会加强设立好开幕式的维安。一台车伫巴黎北边10区冲撞一间露天咖啡厅，造成死伤，伤者当中有人正严重。警方表示，驾驶肇事逃走，咧顶开对闸。案发的时阵，车内有一个乘客酒测、毒测拢无过，这个乘客无受伤。迄一天，警方搁伫法国东部掠一个疑似新纳粹支持者，搁经营社群媒体疑似拍算针对奥运盛会团结入手，发出死亡威胁、受训言论等。因为巴黎奥运得要到啊，加上前几天美国前总统川普暗杀未遂事件，法国当局伫维安方面维持高度戒备状态。Nous avons donc 45 000 policiers et gendarmes qui sont désormais à Paris. Je pense que cela se voit pour les Parisiens, ce qui fait l'effondrement d'ailleurs de la délinquance à 1900 renforts étrangers. Nous avons pu saluer ici, qui viennent de 42 pays, qui concourent donc. 当局表示，可另外部署1万个军力伫巴黎街路甲各区巡逻。目前伫开幕式维安方面无接到特别的威胁证据，暗过保持警戒。这摆好运的开幕典礼事务前地无伫体育场内底举办，之后差不多1万个选手坐船游行塞纳河6公里，也因为范围搁较大，一个赴北法的专业特种人员组成阵容部队，已经部署安全任务15天，安全到开幕这一天做个上大规模安全行动。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辑。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针对前美国总统川普讲，台湾若爱美国保护，就爱加纳保护费。美国国务院是对外表示，台湾一直拢是家己开钱买武器做自我防卫。台湾嘛讲，台湾对区域安全和美国的经济真重要。虽然美国有通过补偿法案援助台湾，也毋过国务院是强调，军事武器拢是家己买的。台湾向美国买武器，等于是支持美国的制造业和军工业。来关心世界贸易组织举行中国贸易政策的检讨会议，欧盟有提出10项欠点和建议，包括讲爱中国唔好个主张讲伊是开发中的国家，去享受开发中的国家才有的地位，安尼对其他的国家才公平。来关心中国的四川有一栋14层楼高的百货大楼，昨暗大火烧，警消有救出75个人。伫今日翻点过半暝3点，才甲这火拍花，因为火烧嘛造成16个人死亡。初步调查，那亲像是因为大楼施工无细致导火烧，详细原因阁爱进一步调查。来关心拜日下晡4点外，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院区的护理之家，表示讲有员工那亲像是上班时间咧食毒。这是一个37岁病院委外的照顾服务员，和医护人员发现讲，伊上班的时是失神，而且伊的鼻仔阁有白粉，怀疑伊咧食毒，赶紧报警查处理。警方甲涉案的这个查甫人，嘛真正伫伊的身躯顶敲着K他命。有没有在用毒品？没有，我一验我就知道了。接到病院通报，警员赶去现场，一名穿青衫的查甫人面对警方问话，态度坚决，讲无食毒。你厉害，这样也知道要放哪里。涉案查甫人的鼻仔内残留白色的粉仔，一直讲无试毒，也毋过抗识别证的袋仔内，方发现毒品K他命。侦讯犯嫌为院方委外赵福元，于胸前识别证卡套内查获第3级毒品凯他命1包。重量1.1公克。红掠地37岁姓陈查甫人有毒品前科，职业是照护员5月初，伫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院区的护理之家任职。昨日下昼4点外，互院方通报，伊伫工作的时精神无集中，鼻仔内有粉仔，怀疑伊食毒。报警处理，嫌犯到案了后，该讲承认上班期间有试毒。该员已离职，仍在院区并全面清查护理之家
环境安全。相关涉毒行为，亲像是头一摆顶摆互发现，吹鸦片拢有分啊。北港警方表示，使用过敏药，即摆搁持毒，互当场抓到，便衣照护员伫上班中食毒，那影响工作表现，拄到严重个案，对医护人员的职场安全恐惊拢是危害。我们在照顾的现场，其实有很多的状况的变化，那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的冷静和稳定。包括你的移位，它是有一些标准的程序。喂饭的时候，你要这个移动的时候，其实它都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状态。顶日，台北济文家也出司机校训小藏毒，即马各有照护员涉毒互逮捕。家长表示，伫聘用阶段加注意，求职者身心状况，也建议朝健检兼监督的方向，强化照护员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爆发重大的性侵案，也毋过因为儿少权法有规定，袂使公开被害人学校和身份，地属媒体咧报的时，拢无报讲是倒一间出代志。也毋过拜二的时，监察院表示要主动调查，监察委员嘛有公布这间幼稚园的名和加害者的名姓，即马就防止机构标准哪会无同。卫福部伫昨昏有临时开记者会，讲卫福部并无规定讲袂使报加害者。监察院是引用儿少权法的例外规定，做某一种程度的公开，讲这部分无问题。所以幼儿园的教保员嘛是园长后生涉嫌性侵真侪个细汉囡仔，也引起大家真生气。教育部长陈永尧伫全国教育局长会后接受访问，头一摆对这件代志发言，伊感觉真遗憾，认为大家嘛应该同款生气。不过社会真进步，应该爱用法律的方式来处理，会记得这个教训。未来能够在整个机制上能够处理得更周全啊，在一方面能够保护到这个受害者，一方面也能够适时的对违反这个法律规范的给予急速的一个惩处，或者限制他的一些专业或者这个行动上的一些这一个，我想那是一定要做的。无人希望会发生这种代志，不过代志拄发生的时阵，有家长甲媒体投诉，因为法令袂使讲出，会当认出儿少相关资讯，唔知也无报道。有人认为都是因为安尼颠倒，互加害者去伤害偌侪细汉囡仔，并未规定不得报道该事件或保护加害人隐私。那么这一点卫福部必须要在这边再次强调。卫福部讲，即摆法令并无要求保护加害人隐私，甚至监察院昨日就公布幼儿园的名，也甲加害者的姓名。这是引用儿少权法第69条之时，以增进儿少福利，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会当无伫这个限制。所以监察院也正是引用了目前的这个法令的这个例外的规定，来做这样子一个适度的揭露。好，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面对儿少负面案件，媒体伫报道的界线伫倒位？卫福部表示，会伫1个月内邀集相关代表，针对儿少权法69条的例外规定，讨论出会当遵守的报道原则。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休热，有真侪营队是互囡仔参加。因为台湾教师联盟这10年来拢会伫休热的时办营队，互老师参加，利用文化语言这课程来增加老师伫教学现场对台湾主体性的了解。希望老师普通时啊上课，会当增加学生囡仔对台湾本土的认识。也有可能说你画写生凸显成环保问题，要画就垃圾，可是那不是我要的就是了。专注大自然环境的画家张东课，用家己做的实物画作上课。大卡济大部分拢是国校啊、国中、高中的老师。张东课帮透过这个画作，让大家更加主动去发掘台湾大自然的水。因为咱是种花，拢会去花市找一个水水的物件、水水的花。啊，不过你对于家己身躯边定定，比如讲爬山经过，你拢无啥去特别注意。其实因拢安安静静伫遐边啊。其实因嘛有写成长的声音啊。这个课程是台湾教师联盟主办，以台湾教育主体性为主题，伫休热期间办予老师参加的演习名。因认为现行课纲台湾本土领域内容不够，透过台湾艺术、历史、文学这块领域的课程，要增加老师对台湾教育主体性的了解，等去学校通应用伫课程内底。台湾的教育是需要慢慢的耕耘，是需要慢慢的深化。我希望用上自然的方法，和老师来带囡仔
互囡仔知影讲，互咱的后一辈、后一辈知影讲台湾的文化、台湾的语言，互伊更较清楚。台湾教师联盟表示，因伫校热、校寒期间，拢会举办互老师参加的营队，已经办10年左右。除了提供老师深化台湾教育主体性认知的课程，因也希望教育部会当鼓励学校参民间团体合作，举办演讲这挂活动，增加学生囡仔接触多元议题，增加多面向的思考角度。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立法院伫休会进前有通过表决，要求卫福部应该要进行健保的改革，嘛要求讲伫每年6月底进前，要互健保的点数平均1点会当去换到0.95块。不过民间团体即马是烦恼讲，这款决议是有做才有钱通摕，可能会造成无必要的亏倒甲无必要的检查。真受医界观察的体悬，健保点第2题经过几啊摆协商，立法院朝野党团10日总算达成共识，伫无修法前提之下，通过主决议，伫每年6月30进前要达成平均点第1点9到5的目标。不过民间团体烦恼，主决议内容无任何管制措施，恐惊会造成健保财务崩盘。本来呢，所有的违规事件呢，如果是涉及到违反刑法的部分呢，会移送到检调单位来做调查的。但是呢，也是呢把它取消掉的。现在是10万元以下的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呢，是不移送给检调单位，这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另外，民间团体也指出，即马论量计数的支付制度之下，医界有做到有钱，保障点达了后，医界恐惊会继续行量。开无必要刀，做无必要检查，也无诱因到偏乡地区去执业，搁较无法度鼓励医师用时间对病人做卫教，将病人照顾好，减少无必要的检验。如果你有保障点值，又没有管理这一些冲量啊，或者是医疗过度使用情况底下，你可能会去恶化跟加速医疗配置、资源配置的不公平跟不正义嘛。针对于这个医院的盈余，应该要用在提升我们医护的薪资。民间团体呼吁卫福部应该开放健保违规查核小组，也应该取消10万以下违法无移送检调侦办的措施，让违法者受到法律制裁。另外，也爱增加法律调整外的财源，重新检讨各项给付。鼓励医疗法强制医疗院所，若有剩的经费，爱优先改善医师人员的薪水。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食真好，食伤好，阁无运动，就会有高血油。卫福部即马是提醒讲，乡亲若是有咧食降血油药仔，千万着毋通甲红卡、盐米抑阁有葡萄油同齐食。一般人认为讲，这拢算是健康的食物，也毋过对有咧食降血油的药仔的民众来讲，颠倒会产生副作用。食头路人，有人上班坐规工，加上上班压力真大，真侪人下班就想要食一顿青草的来享受一个生活形态的改变，食美食，啊，阁无运动，年血刷的增加。有医生表示讲，现代人血油高，胆固醇超过标准，有少年化的趋势。所以年轻族群其实特别不要尝试平视自己年轻其实在抽烟、还有胆固醇、还有现在的生活环境之下其实都会有心血管疾病不一定要等到很老了才会有。根据统计，台湾平均每4个人就有1个人有高血油的病症。卫福部提醒民众，若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就爱食降血油的药仔来控制。不过要安怎食，嘛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亲像市面上只看到迄4种降血油的药仔，拢会有头痛、闭结、胃痛等等的副作用。有人会透过健康的食物，亲像红卡、盐米来改善药仔的副作用。食药师嘛建议要食进前爱先问过医生。那葡萄柚因为它会抑制整个斯达丁类药品的代谢，进而呢，它会提升这个斯达丁类药品在血中的浓度，也就可能会增加它产生副作用的一个风险。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去做反应，然后跟你的医生来咨询，是不是可以使用红曲这一类的食品。这边如果是燕麦的部分的话，就建议区隔分开来吃。心血管病症一定先做可能的第2大死因。医生表示，若要预防慢性病发生，就要健康食食，配上规律的运动。也若当咧食降血油药仔治疗的民众，医生嘛交代，千万唔通家己做医生，家己停药仔，爱长期治疗，对身体较有帮助。记者陈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
来看2028的奥运7月27到8月12会举行，公司和花市有摕到转播权，民众会当无时差来看精彩的比赛，替咱的国手加油。另外，文化部嘛头届组队带团去巴黎，要参加文化奥运，要互国际上看到咱台湾多元的文化。2024巴黎奥运就要伫7月27到8月12开始。迎接闹热滚滚的奥运，公司甲花市成功摕到转播权，互台湾的观众朋友无时差欣赏比赛。跳甲真精彩，霹雳舞歌手杨嘉丽带来活力演出。今年巴黎奥运霹雳舞第一摆列入正式竞赛项目。台湾霹雳舞一哥孙金昌参加比赛门票，也加做台湾史上第一人。杨嘉丽也献上祝福。会压力蛮大，但我相信他应该是会蛮享受这次的舞台。孙正，干巴的克拉塞哦！我真的蛮期待他们去好好享受在场上发光发热。东京奥运空手道女子55公斤级铜牌邵清新、文珠云，也用家己参加大赛经验鼓励选手享受舞台。今年巴黎奥运，咱摕到16种运动奖类，60项参赛资格。奥运是每一个都把大家绑在一起，而且重新让台湾有认同感。我们的选手赢跟输是大家关心的，其他不关心。有关表示，除了奥运比赛，文化部也第一摆筹组台湾日文团队去巴黎文化奥运，动员23组团队，超过120人，要分享奥运盛会，和国际熟悉台湾多元的文化内容。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巴黎奥运头届是甲霹雳舞列做是正式的比赛项目，咱台湾嘛有选手去参加。高雄市伫今年巴黎奥运结束了后，嘛会举办高雄霹雳舞的国际大赛，邀请世界各国包括奥运前10名的选手来拼输赢。台顶的囡仔上细汉才国小娘，就当跳出动作真困难、真技巧的霹雳舞。若讲到霹雳舞，阁有这位娜娜最近真红，伊今年9岁，为5岁开始跳舞，到今已经摕到侪国外奖。伊嘛是去年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冠军。娜娜毋望未来会当代表台湾比奥运，伊上高的就是头等的动作。不能马上跳接，我觉得要一步一步慢慢练，未来都可以跳到奥运啊，可能锐步啊，就最大的。霹雳舞是一种结合音乐、体操，阁有涂骹动作的运动。今年也头摆加做奥运正式比赛项目。台湾霹雳舞选手孙静嘛代表台湾去比赛，因为今年巴黎奥运，高雄市政府顺势再次举办国际霹雳舞的大赛。孙正也有来参加。今年他代表台湾，唯一一位代表台湾去霹雳舞大赛跟世界其他的好手同台较劲。我们邀请了奥运排名前10名的这些选手都来到这个比赛。高雄霹雳舞国际大赛按算伫9月15举办，今年特别选伫巴黎奥运结束了后举办，会邀请世界知名霹雳舞选手，包括孙定来参加。期待各国的选手会当做伙交流。记者钟义辉、顾昭荣高雄报道。文化新闻。台南六营大天府3年1考的王石，即马已经是正做无形的文化资产。为着要传承这项文化，庙方头一届举办做李渔公的课程，伫休热期间去在地的3间国校3间国中、国小来推广，要带海生囡仔来认捌这项当地文化。学生起头先用黏土捏鱼仔的形体，双圆形做鱼仔的目睭，再去用刀看出鱼尾外形。尾伫鱼翅顶头插5红旗，这只古锥的李渔公就做好势啊！虽讲这李渔公是古锥版的，伊是柳营大天医大天顺手出巡时，带领往顺方向的领航员，也守护安全。这摆庙方参校方合作，用趣味的方式带囡仔做黏土，拿入捌在地的信仰民俗。李鱼我有念伊的目睭跟嘴。生活这么久，然后都没有正式的去了解它，然后今天就了解了很多代天院的由来，还有李渔公的。李渔公的金身，拢有这个5红旗课程当中，透过着 laptop 的这个
活动，学生让了解到李义公的精神的特色。纽约大天院主神尤王公因为新改观，早前较少咧分灵，相传李义公通直接传信息给尤王公，所以有一个信徒会请回去拜。纽约大天院每3年会办一颗王石，而且是真罕看会到无靠海的来历王石。今年庙方设计课程，唔来教囡仔动手做李义公，嘛明白巴当历史的王石特色。车王咱看到任何作业吼，大多数的车王拢是伫海边啊，还是溪边。那纽约并无即个自古来就无即个迄个海，伊是对东边吼，就是山边，并无去到溪边。以往学生交家长拢知影讲啊，纽约王石、纽约的大天院有伊王工作，希望讲透过阮即届实际上来了解讲，规个纽约王石伊的历史。纽约大天院的王石文化，伫2022年嘛正做市立名宿。比方即阵透过手工体验课程来推广这项无形文化资产。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那中华鹿港的普渡瓜内底有一句讲提一放水顶，讲的就是在地的地藏王庙。也毋过庙内的彩绘即马年久过深有损害甲真严重。县府有去向文资局争取到补助，即马要进行彩绘修复工程，总经费要花1200万，按算2025年11月份会完工。修复团队详细检查庙内彩绘损害情形，这是中华县定古迹鹿港地藏王庙，因为庙是坐东看西，晒少日严重，加上台湾湿气重，造成庙内彩绘起价裂开。县府争取中央补助，要来进行彩绘的修复工程。彩绘部分，咱买请这个潘岳雄老师，我们这类国宝的讲师，伊的团队来甲咱做一摆的。妇科拍底的部分，咱嘛是请专业的李义新老师团队来咱重新来做一个拍底安尼。鹿港过去是商业港口，当年因为水路危险，未少人发生意外过往，所以庙方会伫旧历7月放水灯渡水灵。鹿港普渡歌词有一句初一放水灯，讲的就是地藏王庙，这嘛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咱的鹿港都是同港埔，所以咱有一个迄个普渡歌初一放水灯，初二普王经这普渡歌。咱7月1号古早这个中门拢有拍开就是要互大家来遮方便来拜，来方便普。庙方表示，即阵因为环保政策统一伫中元节大普，但也是会当为普渡文化了解鹿港的开垦历史。即摆的彩绘修复工程，总工程费1195万，文化部补助836万，中华县府配合款大约300万，剩的由地藏王庙负担。工程预计伫2025年的11月完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关心海洋。地中海的岛国塞浦路斯为着要抢救船鸥，最近因开始一项复育计划，是乘用载野场伫浅水区种船鸥。另外，伫纽西兰伫即个月初，伫海边啊发现一只真罕见的海鸥死去。呀，这款海鸥只有伫样本顶头有记录，过去也阁毋捌看过有活的。伫塞浦路斯东南海岸各类科照清清的水域，为着复育船鸥群落，海洋生物学家当咧进行一项开创性的试验工作。伫研究站内架设5公尺深的浮动育载场，将收集来的船鸥碎片、船鸥就安置伫遮。Before we transfer the corals from here to the floating nurseries, we would break them into smaller fragments if needed, unless they are already in a proper state. And we will glue them on special pins with a special glue, non-toxic, so that they are ready to be attached on a special net in a frame on the floating nursery. 专家表示，先互船鸥暂时避开海岸的岩石地层，饲好饲大，也会当避免一寡压力，像以船鸥为主食的船鸥塘，也避免观光业所带来影响。目前会继续每1到2个月监控船鸥状况，一年了后，若做得真好，搁刷转去天然船鸥大象。这个月初时，纽西兰南岛奥塔哥省南部海堡发现一只真罕见的产齿中喙鲸的尸体，身长5公尺，躯甲也是头
一摆有机会解破产齿综会诊。家庭类专家鉴定，伊是讲的，产齿诊是近代上少人知的大型家庭类的动物之一。自1800年以来，全世界只有6个样本记录，毋捌有人看过伊的活体。保育部门已经展开 DNA 鉴定，产齿诊的数量是成生化的，对科学家来讲拢是谜团，也会利用这摆单日的机会展开科学研究。公司新闻吴连平业。关心天气，咱就会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有3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外岛的温度28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